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首先就係同大家分享兩隻馬，分別係4場3號嘅會長之寶同埋第10場8號嘅火焰閃爍。之後就同大家睇睇 AI 預測嘅部分。畫面可以睇到11月12號賽事嘅命中率啦。咁如意料之內啦，今次成績就一般啦，因為佢而家預測沙田賽事嘅表現係明顯比較好嘅。咁跑馬地呢，就仲需要啲時間去調整進步啦。跟住就繼續同大家分享今次嘅預測賽果。咁正如上次影片咁講啦，呢條片開始呢，就免費提供頭3場 AI 預測俾大家啦。需要完整版嘅朋友呢，就可以加入我嘅 AI 預測群組啦。一個賽季只係需要500蚊嘅啫，就可以幫你賭得有根有據啦。另外，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我哋臨場賭咩馬嘅朋友呢，就歡迎加入我哋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賽馬日當日呢，會提供最少2場消息啦，亦都會送埋呢份 AI 預測完整版俾你啦。一個賽季只係需要1000蚊，畫面有我電話號碼喺度噶啦，歡迎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